大家好，拉人哥唔知咪發覺咧我哋呢個頻道咧，即係講啲相親片段啊，特別高收視啊嘛。我仲記得有一條片10幾萬 view 啊，就係嗰個女仔話要1000萬呢個即係禮金啊嘛，因為佢話1000萬禮金先係愛佢啊嘛。嗱，嗰條片我仲記得嘅有10幾萬 view。咁啊嗱，今日又有2條相親片啊，同大家傾一傾嘅。咁啊，第一條咧就係一個大齡剩女啊，37歲啊。嗱，個樣啊，一陣間大家有啲心理準備先啊。竟然咧就要求咧就有車有房啊嘛，仲要求男方嘅父母咧就退休金喎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你有咁多要求，今日大家要睇個樣啦，係嘛？所以大家一直有心理準備啊。好啦，嗱，第二條片咧咁啊，一個靚女嚟嘅，咁啊出嚟相親啦，係嘛？咁啊又係有啲對話咧，就係AA 嘅問題啊，即係大家係咪即係出嚟食飯點餐之前係咪要講好大家 AA 先咧？就唔好食完之後嘛，大家先為咗 AA 咧而爭拗。嗱，一陣間咧佢有佢個論點嘅，咁我哋睇完佢個論點咧，究竟佢講得啱唔啱啦？YouTube 咧有個新 function 喎，就叫做粉絲推介，大家見到有個3個 icon 推一推咧就見個粉絲推介，咁大家按落去咧就得噶啦。咁樣做咧可以幫助咗拉人哥個頻道咧可以推廣俾更加多嘅朋友睇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時間，更加可以睇埋廣告同埋俾埋 like 我啦。咁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幫忙同埋支持先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今年37歲了，然後我現在已經大齡剩女也快拉閘了，所以說我得要趕緊了。你們家有沒有這個就是有房有車的全款的啊，沒有貸款的？然後就是父母的話也要有退休金啊。我在你家的話能拎包入住，能坐享其成，然後不要讓我去還貸款，也不要說讓我跟你一塊奮鬥啥的。你們家有沒有？沒有，你的要求太高了。我要求高嗎？我真高，真高。你的要求高得很。高的很，确实高的很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作为同龄人，我都感觉你的要求高。我跟你说，真的。但是我以后我这个过路子，我觉得你现在就是90年以上的特别大的男娃，好的都找上。但是我长得漂亮呀。你跟我说是你是哪里漂亮？你跟我说你哪里漂亮？我长得漂亮呀。你哪里漂亮？我虽然年龄大，但是我长得漂亮呀。你再漂亮，年龄大就是优势吗？我还可以生孩子呀。有工作没？我工作的话就是自由的。没人能。看到没，叔叔他都给你拜拜了，赶紧回吧。条件好的男娃都结婚了啊。但是我是新世界的独立女性呀，我优秀呀，我经济独立呀。优秀跟你他有关系吗？优秀跟你他有关系了。你现在能找二婚，或者二婚离婚带娃的都可以。3婚都不要你还不要说二婚呢？很多男的都找不到对象呀。你趕緊回吧。嗱，呢個37歲嘅大齡剩女咧，本來我都唔想評論佢個樣貌啊嘛，但佢自己竟然話自己個樣漂亮喎。嗱，我事先咧已經同大家講咗啊嘛，即係有個心理準備先睇條片。嗱，好奇怪啊嘛，我真係唔明佢有咩自信啊嘛，又要求咧即係個相親對象個男方啊嘛，有車啊有呢個樓，喂仲要層樓咧就千祈唔好有貸款喎，佢唔想同人哋還貸款啊嘛，仲要男方個父母點解有退休金？嗱，佢咁多要求咧，佢又覺得自己有優勢喎，兩個優勢，第一個優勢就話自己漂亮啊嘛，咁第二個優勢咧就話自己仲可以生。如果37歲係仲可以生嘅，60歲都可以生，不過就危險啫係嘛？嗱，咁啊大家見到呢度咧，佢寫住西安係嘛？應該我估係一個公園嚟嘅，即係啲西安啲公園啲相親角係嘛？咁啊好奇怪，你永遠喺呢啲咁嘅即係公園咧，見盡啲千奇百怪、奇形怪狀嗰啲即係男又好女又好喎。今日大家仲見到上海嗰個雅典娜係嘛？又係咁樣嘅，專係喺呢個即係呢啲咁嘅相親角啲公園嗰度咧就出現嘅。嗱，呢個女仔個自信咧，應該就來自佢啲父母啊，或者啲朋友係嘛，即係成日喺度講啲反話，或者講啲違心嘅説話係嘛，讚佢靚女啊，讚佢37歲都冇問題，仲可以生係嘛，所以佢覺得咧，佢呢啲全部係優勢啊！你哋諗下嗰3個阿叔係嘛，同佢傾偈嗰3個阿叔都冇人覺得佢漂亮係嘛，都叫佢快啲走啲，咪唔好喺度阻住晒。即係我懷疑咧，即係點解嚟親呢啲咁嘅公園嘅相親角咧，男又好女又好，點解奇形怪狀係嘛？係咪即係喺其他正常嗰啲即係相親活動啊？譬如啲朋友介紹啊，去食餐飯啊，或者係一啲嘅聚會，或者識唔到男仔識唔到女仔啊嘛，先至嚟呢啲咁嘅公園相親角。所以嚟親嗰啲人咧都係奇形怪狀啊，笑料百出啦。
嗱，去到呢度咧，大家應該俾嗰個37歲嘅大齡剩女嚇親㗎嘛。咁我哋又睇第二個片段，就係一個靚女係嘛。嗱，呢個靚女我懷疑係咪即係之前早2日係咪做一個即係踢爆嗰個上海男人啊嘛？喂，冇6套房嗰個咧，我覺得可能係同一個女仔嘅，但係咧今次係咪佢用咗濾鏡咧？個樣好似靚咗啲喎嘛。我們這頓飯415，這樣吧，你給我轉200就行了，好吧？哦，你是要 A 是吧？要 A 的話，我就正常轉給你好了，你也不用給我便宜個幾塊錢，什麼10幾塊錢的，好像還顯得你很大方一樣。天，不是，你現在是有什麼意見？覺得這頓飯你不想 A 是吧？那我是有意見啊，你自己看看你的體格，你大概一個200多斤的人，我一個90斤的人，一個菜上來，裡面1斤肉你要吃掉9兩，你吃得滿嘴流油，在這裡嘴一抹跟我來說什麼，我來跟你 AA，你覺得合理嗎？這件事情？而且我跟你講，我現在其實底線已經降到什麼呢？出來之前你不講 A，但是我們點菜之前，我覺得你應該說一下，我們這頓飯要 AA 的，那大家就各點各的。我點1碗麵，你點1碗飯，你如果吃不飽，你就點3碗飯，你自己慢慢吃，而不是在這裡吃的人仰馬翻了，跟我說一句什麼我們來 AA，我們1人1半。不是，你就是覺得我吃的多，然後你虧了是吧？要我把錢退給你是不是？不用退，不用退，我說了 A 就 A，錢給你了，好吧？但是我跟你講，以後出去就說清楚 AA 就是各點各的，這個邏輯能不能說服你？邏輯能不能認可？點了一桌子飯菜，對吧？沒有一桌子的事情，我就問你，我現在這個邏輯合不合理 ？AA 是不是大家各點各的？我問你。這一桌子菜你也可以吃呀，你自己為什麼？不要再爭了，好吧？不要再滾刀了，你自己好好想一下，好吧？我就先走了啊。我對話兄弟們，我就不對話女生了。我認為如果非要 A 的話，那大家就是各點各的，各吃各的，這樣比較好一點。你們覺得我說的有沒有什麼毛病？好啦，第2條相親片咧就係講嗰個即係出嚟相親，喂，究竟係咪要 AA 咧？係嘛？即係如果你即係大家男女雙方出嚟食完飯咧，個男方提出 AA 咧，就好明顯即係唔啱啊嘛！即係個女仔唔啱咧，你先至 AA，唔好少使咁多啊嘛。但係咧就好似好小氣咁啊！即係嗱，我都其實 buy 個女仔講咧，即係話即係喂，如果你要 AA，應該食飯之前點菜之前咧就要講清楚啊嘛。嗱，從個女仔講嘢咧，我哋都感覺到呢個女仔係生氣啊嘛。嗱，點解係生氣咧？就係第一，佢覺得喂，如果你個男方係想 AA 嘅係嘛，你事先講冇問題嘅。咁啊，第二咧，喂，如果你真係 AA 嘅話，點解你點咁多菜係嘛？你主要係你食嘅喎，個女生咧就冇乜點食喎。即係所以佢話90斤即係講佢自己啦，同埋200斤即係個男方個問題啦。嗱 AA 嘅意思咧，即係大家即係平分嗰張帳單啦，係嘛？咁啊食咗415蚊，個男方咧就話俾翻200蚊算數係嘛？所以呢個女仔都興係嘛？你唔好嗰10幾蚊你咪做人情係嘛？我照俾埋嗰幾蚊你。嗱咁啊，個女仔又提到咧，即係食飯之前如果就 AA 就即係各點各嘛，去食碗麵就得。咁你個男方點樣食叫幾碗飯咧都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個女仔叫碗麵，個男方啊又自己叫啊嘛，即係其實各有各叫，即係我哋呢叫分單喎係嘛，就唔係 AA 喎。嗱，咁我有陣時睇啲抖音片咧，即係嗰啲男方去完呢個即係相睇之前咧，就自己拍翻條片啊嘛，就話頭先個女仔帶埋一家大細嚟食啊嘛，咁有啲又帶幾個朋友，咁有啲帶埋成家嚟，根本諗住食嗰一餐，就唔係諗住相睇嘅。所以大陸咧都出現咗有啲女仔啲嘛，專係即係揾呢啲咁嘅即係相睇對象啊嘛，為咗咪一家大細走去食人哋一餐嘅。嗱，呢種嘅女仔咧，我哋叫為飯托啊嘛，即係就唔係酒托，呢叫飯托啦。嗱，咁我亦都睇過即係內地電視台嗰啲相親節目啊嘛，即係一男一女約咗出嚟咧，就個男仔咧死都唔肯去食飯啊嘛，即係因為唔知個女仔咧肯唔肯答應做佢女朋友啊嘛，所以未知佢女仔係咪做女朋友之前咧，死都唔肯去食飯，就飲杯奶茶就算數。嗱，咁啊，至於第2條片咧，其實我都 buy 個女仔講嘢嘅係嘛。第一，即係如果真係 AA 嘅個男仔唔諗住請㗎嘛，首先要講明先啊嘛。即係我哋香港人覺得都係食415蚊就好少嘢，但係大陸人咧好多喎，佢好多都係講緊揾緊3000蚊至5000蚊一個月嘅啫喎。咁你食咗400幾蚊，即係食咗1/10嗰個人工㗎咯喎，係嘛？即係食咗幾日嘅人工㗎咯喎。所以好多男仔咧都係即係見我喂，都係對個女仔冇意思嘅先提出 AA 嘅啫，係嘛？唔好試咁多啊！如果對個女仔有意思嘅就唔會提出 AA 嘅啦。嗱，我覺得呢個女仔咧，即係同我即係早一日係嘛，嗰條片係差唔多，都係同一個女仔啊嘛。即係我睇過，即係可能呢一集咧佢用咗濾鏡係嘛，呢一集個樣係靚啲嘅。咁啊，但係個型啊差唔多，我覺得係同一個嘅。咁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覺得係咪同一個啦？係嘛？咁啊，即係睇咗佢兩條片啦，係嘛，都覺得佢即係所講嘅嘢個三觀都係幾正確嘅。
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，拜拜。